后来，过来是正大消息，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来参加着交宴。这场盛会上大贵宾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双方有袂少趣味的互动。罗森伯格在致辞的时阵讲，希望会当持续甲侯友宜来对话。不过，侯友宜在演讲的时阵，是甲孙中山、甲美国的前总统林肯的主张混唔到去咯。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讲做是林肯的民有、民治、甲民享。要不要再放一段？无用几工，甲家己上台表演，到底是送予侯友宜这热情呢？原来就是 AIT 的理事主席罗森伯格，虽然是犹太新年，伊也是拨出时间，伫侯友宜来到华府第一天参加伊的交宴。有一次在他的半夜，我的白天，他跟我视讯通话，将近讲了1个小时。台美之间的深厚的友谊，深厚友谊就是我哈，我叫友谊哈，深厚的友谊。给我这么样的大力的支持，这感谢你和顶个月才拄过境美国的赖清德拼输赢。虽然港岛也有马兰离座的周步卿甲参议员等等美方的政治人物，不过侯友宜目睭内敢若只有罗森伯格。虽然语言讲无啥会认同，也是想要透过翻译来开讲。Taiwan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effort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enabling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city. And let me assure you that our commitment to that remains rock solid. 跟美国不但作为一个坚强的盟友，我们大家不断的深化，不断的凝聚在这个地方。台美关系有情有义，主动在场的侨胞支持小天，结果想要强化侵难形象。侯友宜选误将国会三民主义讲作是美国总统林肯的版本。我们的国父最重要的民有、民治、民享。正版的三民主义，国父以主张民族、民权甲民生，林肯的演说则是民有、民治甲民享。不过当然，上大考验也搁伫后壁。加强军备实力交流，增进理解。侯友宜这套刚柔并济的两岸论述，从试水温阶段来到主战场华府，除了要展现自我的稳健路线之外，更要把握机会，近距离观察美方对台海的战略态度。华视新闻张科杨文上在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